这系列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喇嘛尊者将出席台湾佛教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达喇嘛尊者会见印度冈格拉县高级官员；欧盟发表声明，重申对西藏严峻局势的关切；司政边巴次仁对印度北部藏人社区展开第2次访问；司政边巴次仁会见佛里德利西脑脉基金会代表团；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参加第9届藏斯卡文化节。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应台湾佛教信众的共同祈请，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喇嘛尊者将于下周一9月30号向台湾及全球华人信众传授宗喀巴大师所著的3主要道。10月1号上午，达喇嘛尊者将出席台湾佛教团体举办的长寿法会。达喇嘛尊者将以藏语进行开示，现场配有华语、英语等14国语言的同声传译。尊者办公室的官方网站、脸书及 YouTube 频道将全程进行直播，届时敬请观看直播。此外，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喇嘛尊者于本周二9月24号上午，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接见了由达兰萨拉藏人定居点行政官宫阙米玛率领的达兰萨拉所在地冈格拉县的多名高级官员。来访官员包括冈格拉县副专员赫吉拉姆·拜拉瓦、附加副专员索瓦布·加萨尔、治安官哈里什·加吉博士和分区治安官桑吉夫·伯特等官员。达赖喇嘛尊者在接见期间与来访印度政要分享了他的人生经验，表示他视印度为永久的家园，尤其是达兰萨拉的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信众。尊者还感谢印度政府和人民，特别是喜马偕尔邦人民长期以来给予流亡藏人的慷慨援助和热情款待。另外，欧盟于近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7届会议期间发表声明，重申了对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的担忧，并强调了中国在西藏各地大规模开办殖民式寄宿制学校，大规模采集藏人的基因和虹膜样本，以及关闭私立学校等问题。欧盟在声明中还谴责了中国政府对人权捍卫者、记者和知识分子的骚扰、拘留和酷刑，敦促中国政府履行其根据国内法和国际法所承担的义务。欧盟进一步呼吁中国维护西藏人民的基本自由以及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努力，并且确保在各级学校中全面实施藏汉双语教育。声明还敦促中国政府允许国际机构和人权团体访问西藏，并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阿亚桑扎、恰扎仁波切、果西肉加措、果洛华丹、桑吉卓玛和扎西多杰等身陷囹圄的西藏政治犯。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屈真根康欢迎欧盟发表的声明，并感谢欧盟在解决西藏人权问题方面所给予的持续支持。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于本周二9月24号开始，对印度北部的藏人社区和欧洲4国展开为期1个月的访问行程。本周二上午，司政边巴次仁抵达印度喜马偕尔邦西莫尔县的蹦扎曲松藏人定居点，受到了当地藏人官员格列江样、地方议会议长、各寺院主持、各校校长和非政府团体及民众的热情接待。司政于本周三9月25号访问了位于普鲁瓦拉的撒迦藏人定居点，先后参观了当地的寺院、学校和定居点办公室，以及视察了定居点内的各项基础设施，并向当地藏人民众介绍了西藏境内的局势，以及第16届嘎夏的愿景和相关举措。
司政将于10月3号在北阿凯德邦的德拉敦藏人定居点参加当地藏人民众为藏传佛教萨迦派第41任法王举办的长寿法会。随后，司政将于10月6号至15号先后访问瑞士、荷兰、卢森堡和捷克共和国，并拜访上述欧洲国家的国会议员和支持西藏团体的成员。在返回印度后，司政将继续前往印度西金邦进行访问，并出席在该邦让旺拉地区巴钦曲林寺举行的第1世国师加查仁波切诞辰600周年庆典。与此同时，司政边巴次仁于上周五9月20号上午在嘎夏秘书处会见了德国弗里德里希脑脉基金会率领的德国、马尔代夫、不丹和印度等议员和学者等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在会晤期间，司政边巴次仁向来访政要介绍了西藏境内的政治局势，特别是近期在西藏境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司政提到，中国政府为了监视境内藏人的一举一动，强制收集藏人的基因和虹膜样本，以及中国政府强制关闭寺院和私立学校，企图消灭西藏的文化和语言，以及藏人身份认同的政策。司政边巴次仁最后揭露了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蛮横干涉，并指出中国政府正在计划干涉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位于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的学员，在院长顿珠次仁的带领下，于9月13号开始，为期2天，参加了在拉达克地区著名的萨尼湖边举行的第9届藏斯卡文化节。在第1天的文化节开幕式上，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的学员向数千名观众展示了西藏传统歌舞节目，受到来自拉达克各界民众的欢迎和好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